不尋常。克格塞斯特令數百美軍將官赴福州。大家好，我係 Jason。五角大樓9月25號證實，美國戰爭部長皮特克格塞斯 Pete Hegseth 已下令召集數百名美軍高級將官同海軍上將，下星期二將在弗吉尼亞州康提科 Quantico 嘅軍事基地舉行一場罕見會議。依一決定極為不尋常，原因至今未公開，引發外界猜測。五角大樓確認但未解釋原因。華盛頓郵報最早披露咗依一消息。五角大樓首席發言人肖恩·帕內爾 Sean Parnell 隨後確認，克格塞斯將於下星期初向高級軍方領導人發表講話，但未透露會議內容，亦未說明指令是否涵蓋所有將官。據10幾名知情人士透露，受召集嘅對象幾乎涵蓋全球範圍內嘅美軍高級指揮官，包括所有准將及以上軍銜嘅軍官及其海軍對應軍銜人員，以及他們嘅最高士官顧問，總計約800人。CNN 引述多名官員稱，即便係被召集嘅將官本人，亦唔清楚會議內容。一些猜測從集體體能測試、戰爭部現狀簡報到大規模解職都有。一名官員甚至打趣稱，這次集會被戲稱為將軍版魷魚遊戲。與此同時，一些國會議員助手同軍方人士對在同一地點集中如此多高級軍官嘅安全風險提出質疑。一名國會助手表示，除非克格塞斯打算宣布一場重大軍事行動，或者徹底改革軍隊指揮結構，否則我想不出咁樣做嘅理由。背景：軍方高層大規模調整。此次會議命令發佈之際，川普、特朗普政府今年以來已解職多名高級將官，包括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CQ 布朗上將 Jan CQ Brown、前海軍作戰部長麗莎弗朗海蒂上將 ADM Lisa Franchetti、前海岸警衛隊司令林達費根上將 ADM Linda Fagan、前空軍副參謀長詹姆斯斯萊夫上將 Jan James Life、前國防情報局局長傑弗里克魯斯中將 LT Gen Jeffrey Cruz、前海軍預備役部隊司令南希拉科爾中將 Vice ADM Nancy LaCour，以及前海軍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米爾頓桑茲少將 Reed ADM Milton Sands。 克格塞斯自上任以來，已下令削減20%的4星上將同海軍上將數量，並計劃將全軍範圍內1星及以上軍官嘅總人數削減10%，從約900人降至720人以下。在擔任戰爭部長之前，克格塞斯多次批評軍方高層政治化。佢在播客中曾表示，軍方1/3嘅高級軍官在積極共謀，並遵循華盛頓特區嘅錯誤規則，以迎合政治意識形態。與此同時，五角大樓正在起草新嘅國家防務戰略。據報道，這份戰略將首次把本土防禦置於首要位置，取代中國成為美國嘅主要安全關切。第二個新聞，楊蘭蘭豪車案2次提訊拒不答辯，檢方新增疏忽駕駛備選指控，引發全球華人社群高度關注嘅悉尼華裔女子楊蘭蘭蘭蘭英音譯駕駛勞斯萊斯發生嚴重車禍一案，於2025年9月26號上午在悉尼唐寧中心地方法院 Downing Centre Local Court 進行了第2次提訊。被告楊蘭蘭此次並未通過視訊出庭，而係由其律師代表。庭上，楊蘭蘭方面未對任何指控做出答辯，法庭批准將案件延期3星期。與此同時，檢方在庭上提出了一項新嘅備選指控，為案件嘅後續發展增添了新嘅變數。2次提訊進展，案件再度延期至10月。在9月26號上午嘅提訊中，楊蘭蘭嘅西人出庭律師約翰·科恩 John Cohen 親自到庭。他向法庭表示，自己在9月23號才與楊蘭蘭進行會議，需要更多時間來準備答辯，因此請求將案件休庭3星期。代理副註冊官 S. Najm 批准了該請求，將案件延期至10月17號再審。屆時，楊蘭蘭將被要求做出認罪或不認罪嘅答辯。法庭嘅代理副註冊官批准了延期請求，但明確告知律師，
楊蘭蘭必須在下一次提訊時做出認罪或不認罪嘅答辯。科恩律師向衛報透露，法庭已批准楊蘭蘭無需親自出席本次提訊，案件將於10月再次開庭。關於楊蘭蘭嘅保釋條件，衛報報道稱，楊蘭蘭目前嘅保釋條件係每週向警局報到一次。提訊過程中，楊蘭蘭嘅律師還嘗試為其修改保釋條件，希望將每週向警局報到嘅次數從3次減少到1次。然而，代理副註冊官當庭回應，他並非地方法官，無權批准變更保釋條件，相關請求必須通過正式申請才能被考慮。因此，楊蘭蘭目前嘅保釋條件維持不變，包括交出護照、遵守宵禁令，晚上20點至早上6點不得離開其悉尼公寓，禁止駕駛任何車輛。儘管此次提訊不像首次那樣人潮洶湧，但法庭內30多個旁聽席依然座無虛席，其中約80%是華人面孔，顯示出華人社區對此案嘅持續關注。控罪重大變更，一項撤銷，一項新增。本次提訊最關鍵嘅進展在於指控的變化。根據衛報 The Guardian 嘅報導，法庭確認最初針對楊蘭蘭嘅以不當行為造成人身傷害 causing bodily harm by misconduct 嘅指控現已被撤銷。與此同時，檢方新增了一項備選指控：疏忽駕駛致人重傷 negligent driving occasioning grievous bodily harm。此舉被視為檢方嘅策略性部署。即如果情節更嚴重嘅主要指控危險駕駛致嚴重傷人因證據等原因難以成立，法庭仍可考慮這項較輕嘅罪名。因此，楊蘭蘭目前面臨嘅4項指控更新為危險駕駛致人重傷 dangerous driving occasioning grievous bodily harm、疏忽駕駛致人重傷 negligent driving occasioning grievous bodily harm、拒絕或未能接受酒精呼氣測試 refusing or failing to submit to a breath test、未向警方提供個人信息 failing to provide police with her details。根據新州法律，主要指控危險駕駛致嚴重傷人最高可判處7年監禁，而備選指控疏忽駕駛致人重傷初犯最高刑期為9個月監禁。案件回顧與指控詳情。此案源於7月26號凌晨，在悉尼富人區玫瑰灣 Rose Bay，時年23歲嘅楊蘭蘭駕駛一輛價值150萬澳元嘅勞斯萊斯休旅車，與一輛奔馳商務車迎頭相撞。事故導致52歲嘅奔馳車司機喬治·普拉薩拉斯 George Plasaras 身受重傷。據悉，普拉薩拉斯係澳洲知名電台主持人海爾·桑迪蘭茲 Kyle Sandilands 嘅司機，事發時桑迪蘭茲並不在車上。普拉薩拉斯嘅傷勢極為嚴重，包括脊椎、10根肋骨、髖部和股骨骨折、骨盆破裂、脾臟出血，且整個右髖關節需被切除，未來可能面臨永久性殘疾。由於楊蘭蘭的豪車及其神秘背景，此案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大量媒體和公眾嘅目光，尤其係在華人社區。在8月嘅首次提訊時，曾有近100名華人民眾在法庭外排隊圍觀。本次提訊雖人數減少，但旁聽席依舊坐滿了關心此案嘅華人面孔。案件嘅每次進展都持續引發着廣泛嘅討論。首次提審與輿論風波，該案於8月15號首次提審，當時吸引了近100名華人民眾到場圍觀，希望一睹這位神秘豪車女嘅真容。楊蘭蘭當時僅通過視訊短暫出庭約10分鐘，其律師表示無法立即做出答辯。案件因此被延期至9月26號。案件曝光後，楊蘭蘭嘅神秘身份引發網絡熱議，甚至出現了幾分鐘繳納7000萬澳元保釋金、擁有2700億澳元存款等誇張傳言。對此，新南威爾士州社區與司法部媒體官員已公開闢謠，話網傳嘅天價保釋金並不存在，楊蘭蘭係在符合警方保釋條件下獲釋嘅。